游业者希望讲6月当来解除中国禁团令。今仔日行政议会交通部的观光署长周永辉搁再强调讲，针对6月初1以后去中国的旅行团，大约是有2万外的旅客哦，会当照常出发。在疫情之前，我们到大陆去的这个旅客数是404万，好，那大陆来台湾是271万。那最近这个是不大平衡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健康有序的这个来推动。哦，那么目前这个旅行社这部分，如果已经有组团的，哦，那在6月1号以后，他们仍然可以出团。政府决定，113年6月1日以前规划的旅行团可以继续执行。未来我们会视执行的状况，适时进行滚动检讨。让相关政策符合全民及观光业的最大利益。观光署是表示讲，针对未来观光哦，会分短、中、长期来向国际观光客来台湾佚佗。也毋过，什么时阵要来解除中国禁团令，目前是无时间表。